今年是台語片70周年，國家影視廳中心除了有系列活動，嘛專工找金曲歌王蕭煌奇推出一條台語歌，做陣來去看電影，唱出台語電影的黃金時代。而且嘛拍算要推出全球頭一支口述影像版的台語片，希望視眾朋友嘛會當做伙來欣賞電影。小情的電影內底嘛有報道的歌聲，陪伴你甲我唱好全世界，做陣來聽。用歌聲唱出對台語電影的感情，為着要紀念今年台語片70周年，國家影視中心和金曲歌王蕭煌奇合作創作這條台語歌，就號做陣來去看電影。音樂內底吼，閣有一寡 Big Band 的元素。咱早期的電影攏有足儕，攏是有迄個現場的迄個演奏，不管是迄個銅管樂器、木管樂器，攏會當結合跟音樂在一起。國影中心講台語片70周年，而且蕭煌奇來做台語歌，是因為台語主題曲對台語電影來講非常重要。迄陣台語片足儕攏是用文學也好，這個紅香也好，所以即擺就咱想講，無咱嘛是用歌，佮拍這個 MV 吼，攏來夾拍。國影中心表示，台語片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有千外芳的產量，對世界的電影史來講是真特殊的現象。這幾檔伊嘛真積極在做修復的工課。我吼，真愛聽你唱歌呢。我的歌聲你敢要愛聽？這屆70周年的活動，國影中心嘛甲李行導演的梁尚浩和洪一峰主演的舊情綿綿做修復，帶觀眾回去台語片的黃金年代。你看就知影講哦，原來。阿公阿嬤的時代，因講的台語的腔口是啥物？愛從你話來啥物世界迄個情況，所以講對我講來講，這是一個歷史的寶庫。另外，國影中心嘛計劃在今年推出全球頭一支口述影像版的台語片，希望讓視障的朋友也會當用聽來欣賞電影。記者陳亞選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